長春嘅旅遊文化特色藏住自然同人民嘅雙重驚喜。房村景區地標龍虎閣2012年對外開放，12層樓高64.8米，底部堡壘式設計搭配頂部仿古造型，寓意邊關堅不可摧。登頂可一眼望三國、圖門江、鵝潮鐵路大橋交織成景，盡顯眼明文三國虎嘯經三江嘅獨特魅力。喺龍虎閣9樓嘅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丹心寸土吳大成展館，介紹咗吳大成喺駕春坎界談判事蹟。1886年，吳大成同沙俄歷經5個月談判，簽訂中俄重坎昆春冬界約。佢愛國事蹟廣為傳頌。廣東稻香餐廳嘅民族體驗更加係豐富，參訪團成員圍坐一台，喺該村朝鮮族村民嘅指導之下製作泡菜。將調製嘅特製醬料均勻塗抹喺已經用鹽醃製好嘅大白菜葉片上，並且現場品嚐。後下起長取捶打糯米，體驗打糕製作呢一傳統手工技藝嘅樂趣。現場歡聲笑語，氣氛融洽。喺服飾體驗區，成員換上色彩鮮豔嘅民族服飾，上演咗一場時裝秀。濃郁民族風情盡顯吉林文旅嘅多元活力。